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呢個貿易天地咁啊，睇下啲高檔產品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睇睇啦。
旁边我以前在那个地方嘛，但是没有了，撤了，是吧？我们家也是个一线品牌的，面料都是进口的，真麻烦。然后你找到我，再回来。然后就当时我儿子我就知道会这样的。是啊，他是首先他要录取嘛，就是除了那你考了500，给你的考500，给你的肯定不会太多钱。对吧？首先他还有欢迎光临美丽生。好，吃一下那水看看。我看一下哦，有什么可以试一下的？我有在国土里的。好，内裤外面的话都有。我们家内裤都是很舒服的，这个也很舒服，这个是带子的。
去到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先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，分享出去，唔該晒。